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万科的消息这个万科确实一步一步走向预设的叫终点吧。每日财报网报道说万科2.5亿股权被冻结。爱企查 APP 显示，近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为万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2.5亿元人民币，冻结期限3年。执行法院为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万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吴培文，注册资本330亿元人民币。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就是万科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2.5亿被冻结了。万科随着它的债务违约，随着它的大股东深圳地铁表明态度，那其他的债权人呢就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比速度。所以万科它就是不倒，它也活不下去，只有破产重整后面关于万科这些被强制执行的新闻肯定是越来越多，那都是债权人等不及了。毕竟发令枪已经响了，债权人不能再当鸵鸟了，不能再有幻想，也顾不得这些面子了赶紧上手。说到面子咱们还得聊一聊万科的创始人王石。最近网上很多关于王石婚变的消息。大家也知道咱们一般的不聊这些八卦，这些私生活没什么好聊的，因为聊起来人人都是一地鸡毛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它确实跟房地产跟万科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不看一看。这个其实前一阵子咱们节目也聊过提到过说这个田朴珺把他跟王石的这个合影在社交媒体上都删掉了，不是隐藏不是说仅自己可见，是删掉了。但是这些我都没看我都是看网上报道的。然后有人说这个王石好像在什么微博上写了一句大概意思就是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吧那原话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给人感觉好像王石跟田朴珺他们在隔空在这种交流，或者叫隔空对峙，向外界释放这么一个信息，两个人婚变。田朴珺好像也是发了一个什么微博，那意思好像是过去就翻过去了，揭开新的篇章，不像往年那样他发的微博都是跟王石的合影，这回发的是一个人拍的照片。所以网上有很多对王石婚变进行解读的。确实王石最近关于他的这个采访上综艺，这个切片非常多，对吧？前不久他是跟田朴珺两人一起接受这个段永平是吧访谈，当时确实有很多网友就觉得王石不太正常。临走的时候段永平对王石说对自己好点，频繁上综艺这个比较反常。所以有网友就说这个王石连轴上综艺应该不是缺钱，而是想趁机和田朴珺多说几句话。节目里他数次追问田朴珺何时回家，对方头也不抬，盯着手机，只淡淡说还有活动要跑，没空想这事。下台后，王石想帮他拎镶钻手提包，他侧身躲开，直言自己拿得动，声音冷得像冰。旁边化妆师和助理窃窃私语，说上次录完节目，王石在休息室里等了2个小时，田朴珺回来只一句忘了你还在，便径直离去，给人感觉是英雄落幕英雄老矣说中午工作餐，王石记着田朴珺从前爱吃毛肚，特意煮了一片夹到他碗里，他瞥了一眼，把毛肚拨到一边，夹起面前的生菜。王石的手僵在半空，几秒后缓缓收回，这多尴尬呀！低头一粒一粒扒着米饭。休息区里，田朴珺靠沙发刷剧，王石坐在旁边想聊最近看的书，刚报出书名就被打断，说对这些毫无兴趣。王石沉默了，手指反复摩挲着裤腿的褶皱。节目录完，田朴珺和助理径直先走，没有打一声招呼。王石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进了电梯，缓缓掏出口袋里的旧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站在公司大楼前，眼神里满是锐气。他轻叹一声，把照片塞回去，迈步走向停车场，影子被路灯拉得又细又长。保安跟他打招呼，他勉强
扯出一抹笑，拉开车门坐进去，半天没发动车子，只是怔怔地盯着方向盘。约莫10分钟后，他才启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电视台大门，融进晚高峰的车流里。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也没人知道他心里藏了多少没说出口的话。他大概只是想找个能和田朴珺待在一起的机会，哪怕对方眼里没有半分温度，也好过一个人在家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这个啊，我看是有一个网友写的啊，他这个网友编的还挺像那么回事，把王石写的那么落寞啊。王石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工作完了坐在车里待10分钟再发动车子。我个人认为啊，他这个很多都是想象。至于这个王石和田朴珺到底发生什么了，其实这不重要，对吧？我大概能想到啊，因为王石啊，他年纪大了，他虽然过去有光环，对吧？他是万科的创始人，他在过去啊，那也相当于教父这么一个级别，奈何年薄老矣啊。他的光环实际上随着万科住进 ICU， 光环不仅淡下去了，而且还成为他的一个累赘，对吧？他因万科而出名，那他必然也因为万科现在身陷囹圄而，对吧，受牵连。你比如说啊，好像2年前万科不行的时候，王石本来一年有1000万的啊这个退休金，就是万科给他发的。万科不行了，你说还能发这1000万吗？他也只好不要了。那你想啊，这个无论是你普通牛马还是韭菜都一样，那就相当于你失业了，你没有收入啊。王石又说他自己没股份的吧，他就是有存款有积蓄，那他没有收入来源，这个失业的人是一样的。因为王石把自己当做一个年轻人。你现在看看啊，普通牛马普通韭菜小夫妻俩一方失业，你看看啊，这个婚姻啊很难维持下去。就是如果失业时间长啊，1年2年3年的，必然要起矛盾。这个矛盾是各个方面的，防不胜防。归根结底就是没了收入，没了收入，不仅自己内心很难平静很难平衡啊，另外一方对方也很难平衡。刚开始失业，那对方可能还互相包容互相知道，对吧？叫同舟共济。但是时间长了没有办法同舟共济，就很容易啊就要婚变。那王石也差不多吧，大有大的难处，对吧？他没了收入，然后他还创业，即便是王石这样人，对吧？他连续3次创业赔了不少钱，3个项目全失败，再加上万科那1000万没了，你说说王石还有什么价值呢？对田朴珺来说啊，他就变成一个负资产。而田朴珺呢，40岁，事业啊正在上升期，至少他自己认为，对吧？能折腾。如果王石跟他不在一条线上，也帮不上他，那不就成了累赘吗？当然这些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日常，放在王石身上，我觉得啊，我个人分析啊，还是跟他这个在万科受牵连有关。也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田朴珺和王石2个人，要么是2个人商量好的要做隔离，就是2个人要离婚，财产要隔离，因为随着万科啊往后发展，肯定要破产重整，而且相关人恐怕很难逃离干系啊。这个事情很难说火烧到哪里，这个也很难说王石从中啊会受什么牵连，会负什么责任，这都很难说。那么作为一种保全措施，他2个人现在，对吧，在公众面前上演一出婚变，然后离婚分财产，王石净身出户，这就顺理成章。这个是他们2人共同商量的，还是说田朴珺自己想到的，对吧？田朴珺他就认为王石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他是负资产，是累赘啊，万一他出事，对吧，要对他进行惩罚，没收他财产，那你说到时候就鸡飞蛋打。所以提前做出这种安排，这我个人认为啊，保不齐啊，实际上就像那个许老板和他媳妇离婚是一个道理，要做财产隔离。当然有很多人解读啊，这个王石啊跟田朴珺2个人是啊，就是不应该，对吧？这么大年纪了找一个40岁的一大堆啊，这些都是司空见惯，对吧？聊这些没有太大意义啊。所以我更相信啊，他们是某种默契，在万科巨变的这个大背景下，采取了一个自保措施进行财产隔离。那王石的这个狗血剧像不像咱们的房地产的整个走势？王石本人，对吧，跟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个符号，对吧？一个化身，这个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啊。王石最后以婚变落幕，那跟这个房地产走势不是一样吗？也有烈火喷油的时代，现在呢房地产低迷到什么？所以王石个人的这种遭遇啊，个人的这种境遇，他的人生跟那个房地产是高度关联。我们看看这个楼市的消息啊，杭州楼市交出2025年成绩单，这是媒体报道啊，说新房方面，据贝壳研究院数据，杭州10区供应46098套商品房，同比下滑
14%，成交48198套，同比下滑24%。其中，商品房住宅供应38688套，同比下滑15%，成交38142套，同比下滑26%。住宅成交均价35673元每平米，同比提升7.7%。杭州的2025年新房成交下降了26%，比24年降了1/4还多，但是它价格还涨了。我记得以前杭州新房价格是3万多一点是吧？1平米，现在居然还3万5。当然这个不能代表说杭州房价涨了啊，这个房价你要看二手房，成交量看一手房。我们看看这个广州，对吧？同为一线城市说2025年广州新房成交6.37万套，同比下降10.6%。二手住宅成交10.88万套，环比2024年下降1.8%。新房成交均价3.44万元每平米，环比下降4%。二手房成交均价2.64万元每平米，环比下降6.7%。根据中介机构检测的150个楼盘数据显示，单盘单周平均到访客户99组，同比下滑8%。单盘单周平均认购4套，同比下降15%。所以说总体而言广州楼市在2025年整体呈现量价齐跌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具有几个特征一个就是旧改拉动市场的新增需求，第二个是市场分化更加明显，新房依靠高使用率，在价格上比二手更坚挺，这个就是数字游戏就是你得房率高了。第三个就是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在下滑，市场见底指标暂时还没有出现。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情况可想而知。实际上北京、上海深圳都差不多。以上海为例吧，2025年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创4年新高。202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其中二手房全年成交突破25.4万套，创下4年新高，月均成交稳定在2.1万套以上，持续回暖。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从去年4季度起，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年末成交翘尾，也预示着市场正从调整期逐步走向复苏。展望2026年，有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市场触底迹象已经显现，预计今年将温和回升。说的是上海二手房二手房实际上是以价换量，对吧？只要你降价还是能卖出，就是一线城市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济学家马官远他说2026年要重新构建房地产新信仰。大家看视频上半场的需求是什么？是大家都没房子，供应短缺导致所有的房子都在暴涨。但是下半场是什么？大家发现房子并不好，需要去改善，二套房的需求已经成为主流。2026年的房地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要重新构建房地产的信仰。重新构建房地产的信仰是什么意思？不是像过去一样让这个房价又回到单边上涨的那么一个暴涨的态势，也不是说要鼓励大家炒房，而是这一个全新的，比如说中国经济的大周期、城镇化的大周期、人口的大周期，在这么一系列的大周期的背后，我们怎么样来重新梳理房地产的需求，重新梳理房地产自身的周期，重新梳理房地产真正的一个政策体系。我觉得这是叫重新构建房地产的信仰体系。其实经过过去5年，房地产过去的信仰，说实话基本上崩盘了，房价掉了一半，整个房地产的数据几乎都掉了一半。当然很多数据比一半还要多，比如说房地产的销售肯定是超过一半了，从最高点2021年的2个18万亿18亿平，现在掉到2025年，也就是勉强过2个8。今年如果卖房子超过8万亿8亿平，已经相当不容易。新房开工80%没了，很多地方的房价普遍已经低于过去的50%了，这是过去房地产信仰的一个崩盘。那么我们一直讲要重新构建房地产新的信仰，为什么要构建新的信仰？因为在房地产旧的信仰崩盘以后，事实上我们看整个市场价格也好，未来的需求也好，还是大家一直讲的那个新的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也好，还是官方不断的讲的什么好房子也好，这一系列的背后
都在告诉大家什么？房地产新的周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有人讲说中国房地产的下半场，我一直在纠正，中国房地产没有下半场，只有上半场。上半场结束以后，那么后边的剧本、后边的故事不是一个续集，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场。上半场可能在踢足球。下半场可能玩的是橄榄球或者篮球，游戏规则也好，玩的人也好，参与方也好，都跟过去不一样。那么有人说有没有人玩？当然有人玩。当目前价格到了这个程度，当所有的数据到这个程度以后，其实没有任何恐惧的必要，基本上已经见底了。但是下半场怎么来玩？比如说需求究竟在哪里？上半场的需求是什么？主要的需求是大家都买房子，供应短缺，所以导致所有的房子都在暴涨。所以在房地产的上半场，大家看到的，只要买房就是人生赢家，只要买房就等于你只要登上这列列车，不管你坐的是卧铺，你坐的是一等座、二等座，还是站着都不重要，你都是赢家。但是下半场是什么？下半场是该有票的人都有票了，该有房的人都有房了，但是大家发现大家的房子并不好，需要去改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改善性的需求，二套房的需求已经成为主流。我们怎么样去应对一个从过去的一套房为主的政策体系，转换成以鼓励二套房政策为主的体系？第二个，大家都在讲好房子，那么好房子是什么？怎么样的好房子才能够适应下一个周期？我们看到房地产的基本面，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场不能说在上半场的基础上去重新构建房地产的信仰，构建不起来。在上半场房地产的废墟上面构建这个信仰体系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中国足球不行，然后在这么一个不行的基础上再去说让大家对足球有信心，我觉得没有任何用。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游戏规则，全新的玩法。所以我觉得2026年在房地产进入第6个调整周期以后，下行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要重新来梳理房地产的信仰叙事，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谁还需要房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房子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过去讲，在房地产的上半场，所有的房子都是资产，买所有的房子都能赚钱，每个城市的房子都能赚钱。这个周期结束了。那么未来的房子一定是会分成2种，第一个是作为资产的房子，稀缺的，可以赚钱，可以抗通胀，可以投资，但是绝大部分的房子都只能作为一个居住属性。也就是说，你买了它，你不要想着增值，你买了它，你只是跟你的租金跟你买了房子的成本之间做一个比较，你是租房子好还是买房子好，它仅仅具有居住属性，并没有增值的属性。80%的房子会丧失投资的属性，这跟上半场完全不一样。那么未来城市我们来看的话，有些城市房子依然不够，有些城市的房子可能10年、20年都消化不掉，这是一个基本面。所以我们讲中国房地产未来的一个全新的周期，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政策层面、从这个叙事层面重新构建它的信仰体系的话，房地产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废墟就可以刨掉了，刨掉以后我们再来看，那么未来整个市场会怎么去玩。所以在政策层面建立这么一个信仰体系比什么都重要。比如说过去我们对2套房都是限的，那么现在既然主流的需求已经变成2套房，我们在信贷、在税收、在交易成本方面，就要把从过去对2套房的限制转向鼓励。还有我们现在鼓励3个孩子，那么3个孩子你鼓励的话，对第3套房你的政策怎么办？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场我们需要做的是如果说要重新构建中国房地产信仰体系，其实游戏规则也好，还是具体的政策也好，恐怕都要做一个全面的颠覆性的转变。不管什么信仰，韭菜牛马口袋里得有钱，对吧？韭菜牛马得有收入，得有工作。除了极个别城市、极个别的地区、核心地段之外其他地方你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买房只能当做消费就对了。
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再按那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候那种心态看待房子，确实要调整。就是说，你就是消费，一旦你用消费的眼光看待房地产，对待买房，你就没有那么多困惑，没有那么多焦虑啊。就像汽车，对吧？你消费得起你就买呗，消费不起就算了。你不会买辆车，你说等着它升值吧？所以总体上啊，这个26年房地产还有一段，对吧？加速下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华夏时报啊，他今天刊的一篇文章，标题叫2025年4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再回落。从它这个标题来看，那是好事，对吧？就是高档写字楼啊，空置率回落，那就是代表着更多的写字楼租出去了，这不是好事吗？对吧？这不说明就业岗位多了吗？对吧？就业的人也多了。但是啊，它这文章内容写的可不是这个啊，但因为比较长，我就不一一介绍啊。它里面写啊，整体情况不容乐观，说的是2025年啊。有中介人士啊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市场以价换量局面大量存在。什么意思呢？空置率下降是因为降价，以价换量。这个即便是在热度居高的中关村，整体写字楼市场租金也很难进行涨价。据相关人士透露，顶好电子城在2025年底开业初期租赁报价接近14元每平米每天，而2025年12月31日贝壳租赁信息显示，顶好电子城2100平房源挂牌租赁价为8元每平米每天，从14块降到8块，什么概念？这不就是腰斩了吗？你靠这个空置率下降，你靠降价换的。同时，在区域表面层面啊，他说市场热度高度聚焦于个别子市场及非核心板块的高性价比项目。高力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核心区域成熟写字楼市场表现仍未达预期，区域分化态势尤为明显，冷热不均市场格局特征显著。从租金维度来看，2025年核心区域成熟子市场平均租金同比降幅普遍超过10%，跨资产类别和跨市场板块的竞争呈加剧态势，行业已进入精细化竞争新阶段。高力国际相关分析人士向记者坦言，当前宏观经济仍处于再通胀修复进程，有效需求尚未实现实质性改善，多数企业仍面临盈利承压甚至亏损的经营困境，降负债、去杠杆仍是企业核心经营诉求，因此企业办公扩张意愿依然不强。你看，这就是2025年啊，北京写字楼的一个现状。虽然空置率有所下降，那都是靠降价，对吧？腰斩，租金腰斩了换的。那2026年呢？这个华夏时报报道啊，说空置率将再度攀升，也就是你降价了，你空置率还要涨，空置率还要高。这是2026年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2026年我们依然维持对北京办公楼市场的核心预判。宏观有效需求不足，仍然会是制约办公楼市场的需求持续恢复的系统性问题。2026年部分市场化项目依然会面临现有租户退租和缩租，其中也包含部分央企、国企等大体量租户整合搬迁回到自有物业的情况。这个大量的央企、国企都在裁员呢，那中铁对吧？什么中建、几局，那都在大面积裁员呢。那不都是央企吗？总部不都在北京吗？说这类市场需求收缩行为出现，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新增需求带来的积极影响。上述分析人士进一步表示2026年北京写字楼市场的空置率将再度承压。据高力国际数据，2026年甲级写字楼市场核心市场的新增供应量超过70万平米，年末空置率攀升已成必然。结合近2年去化量分布来看，市场增量需求高度集中在西部子市场，但明年入市的项目90%又集中在东部子市场，这会导致东部市场竞争进一步升级，也将加剧北京写字楼市场地理位置上的供需错配。据高力国际方面数据，北京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长期在20%以上高位区间运行。如此看来，北京写字楼市场租金中枢或将继续承压，也就是明年啊，也就是2026年写字楼租金还要下降。
降，其供需再平衡注定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挑战的过程。基于当前市场情况和后市走向研判，高力国际方面建议政府加强市场监控，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如适度调控新建写字楼规模和数量，鼓励老写字楼改造升级，甚至是用途转换。老写字楼干啥呢？养猪是吗？高力国际方面还认为，市场参与者需要秉持长期主义，发挥企业家精神，敢于突破现有行业思维框架，探索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创新，将资源和精力放到打造差异化和品牌化竞争优势方面，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价值导向，以终为始的真正扮演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说来说去啊，也就是2025年北京的写字楼以价换量，空置率下降了，但是2026年空置率还要上升，然后租金还要下降，那就说明这个就业市场那不就更不行吗？你就业市场不行，你房价怎么稳呢？房价也稳不住啊。所以说2026年这可是北京一线城市对吧？是这个现状。我们从这个写字楼的这个趋势来判断就业，通过就业来判断房价有没有稳住，这也是合理的啊。我们再看看这个香港市场1月4号，美联物业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逾亿元一手超级豪宅成交达101宗，同比上升1%，创近4年新高。据了解，股市回暖叠加美国重启降息周期，推动资金涌入豪宅市场，成交宗数连续2年破百，为2013年一手销售条例实施后首次。数据显示2026年豪宅市场延续升温势头，仅开年前2日即录得6宗亿元级成交，达去年12月总量近半。美联物业分析师认为，港股 IPO 市场活跃以及潜在降息环境将持续激发财富效应，叠加本地超级豪宅稀缺性，2026年成交量或创条例后新高。也就是2026年香港的楼市恐怕要继续传来好消息区域分布方面，2025年港岛区以71宗成交领跑，占比达70%，其中西半山单区贡献39宗，九龙区26宗，九龙半山与赤柱并列12宗，新界仅录得4宗。也就是2026年开年这个香港的楼市还是延续了25年年末，还是在企稳回升呢。看看这个延续能延续到什么时候。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